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又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这声，毋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下面献奏，咱要请手经团，手经团所要献奏的曲是：第一首是《Amazing Grace》，第二首是《A Carol for All Seasons》。
感谢手情团所带来水的福音钟声。这是咱做阵来供受上帝的话，有两位。第一位伫旧约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我未创造你伫腹肚内的大生，我捌你；你未出胎的大生，我分别你做圣，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讲：嗨啊，主耶和华啊！你看，我未晓讲，因为我是囡仔。总是耶和华对我讲：你毋通讲我是囡仔，因为我见有找你，你就去；我见有吩咐你，你就讲。你无得惊，因为我甲你伫地，要救你。这是耶和华讲的。耶和华就伸伊的手摸我的喙。耶和华甲我讲：你看，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看啊，今仔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是为着要背出、要拆毁、要败坏、要车倒、要建立、要栽培。第二位的圣经伫新约路加福音第22章第25节到29节。路加福音第22章25节，耶稣就甲因讲：列邦的君王做主来治理因，管辖因会称作君主。若是恁，就毋是安尼。恁中间最大的，就亲像是细；最头的，就亲像青鹰。什么互人最大？是坐倒的，还是做青鹰的啊？囝毋是坐倒的吗？若是我伫恁中间亲像做青鹰的，恁就是常常甲我伫试炼中的。我用国封恁，亲像我的爸捌用国封我一样。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互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下面咱做阵甲圣歌队来学乐。圣歌队所要学乐的诗歌是学乐的歌。
主啊，愿你接纳阮所献的诗。下面讲道，咱真欢喜邀请到罗光喜牧师来为咱讲道。罗牧师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坐来牧说”，咱将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会当伫今仔日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这是我头一遍来咱永和教会，一个礼拜看到礼拜堂遮尔水，搁一个看，搁有手军团，也有圣歌队，还搁有下弦仔的，互我看一个心内全一方面惊到一方面足感动的啦。讲咱即间教会，哪会遮尔好安尼搁咱即间教会兄弟姊妹，实在是真正有信仰、有信心，也听上帝，愿意付出，才有可能讲甲上帝圣殿建设遮好。咱的牧师中级会友一定是真有听主的心。敢若看讲今仔日侍奉人员遮尔多不得了大家咧侍奉，咱像拢足严肃的安尼我本来想讲头拄迄条歌看会当唱较慢的无请来主清光，因为我唱甲用要喘袂开迄条爱唱较慢安尼。请来主清光安尼唱的时才有法度慢慢去感受到迄个圣神甲咱同在。伊个顶悬写56粒实在是足少安尼所以咱无定另抓会当过来家试看卖咱未开始分享上帝话大声咱三甲来祈祷。要发阮满心的感谢，伫亚当夏娃犯罪以来，所有人拢伫背叛的内面，袂当免除第一遍肉体的死。但是照你的奴仆保罗伫罗马书第5章所咧讲的，所有人伫你独生圣囝耶稣基督内面，也拢要来得到救。你无放杀世间，所以你赏赐耶稣福源；你无放杀世间，所以你互世间还佫会当延长久长，甲你的上帝国暂时隔离。因为阮知属伫你的国度，若毋是志向完全无罪，是袂当进入你的国度。若是即个世间拢是你创造，应该阮也伫你的面前，早早就应该被审判、判刑、消灭。还佫你任命阮，小世间你所创造的万物，你无放杀阮，也设立教会来侍奉耶稣，来宣扬伊的救恩，互阮伫即个世间，还佫会当一角落、一角落、一条街、一条街，一个都市、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到国际，渐渐拢会当归向来恢复你创造的健康。摇花，今仔日是你所感动，通过教会总会所设立普世事工的纪念主日。你爱阮知，阮逐人除了阮家己的得救，也着顾世间对沉沦来向你国度的一个拯救。愿摇花你今仔日圣神甲阮同在，互阮会当听到你互阮的使命，会当做伙来牧养世间。也阮会当听到你的福音，在当阮安尼做时，有偌侪福气，你通过安尼也要赏赐互阮。当阮将下面时间恭敬仰望你圣手，求你施恩赐福，互你今仔日伫你面前，阮才会正行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普世事工纪念主日有检在真侪兄弟姊妹对这个较无了解，嘛感觉讲我只不过是来遮个礼拜，我要来求平安。这个世间安怎，甲我有啥物地带？世间安怎，
甲咱非常有关系。咱来想看嘛，若有一天彰化是喺沉喺水底，迄当阵咱到底要走喺倒去？迄就是讲彰化要沉喺水底吼，咱会当伫今仔日开始来关心即个世间。那么50年后，要沉喺水底，即个代志未发生，安尼是毋是咱的后代咱的财产，拢总会当得到拯救？所以伫即款的情形呢，咱今仔日看天灾，南部落大雨，咱会感觉讲在一边落遐尼大的雨，这毋是干那安尼，这规个太平洋拢全出代志啦。一下久遮地动，一下久遐火山，一下久日本伤热。为什么会是安尼呢？咱想讲这天灾上帝甲世间创造无好势，但是咱无去想讲，这是对任何开始。当人想过头浪费，乌白乱生产，然后呢无伤济即个二氧化碳，结果迄个日头的光线，迄个热度照来地球。本来是100度照来吼，咱地球若安尼转过来吼，伊100度是爱对另外迄边全散出去，所以这地球应该是袂伤热。无你即马即个咱的工厂、咱的机车，伤多是迄个二氧化碳，全甲太阳的迄个热度拢吸起来，结果100度的热度入来，地球射去迄边的时，本来100度爱散出去伊毋散啦。伊全去互遮个碳吼，甲伫空气内底甲吸掉的，那地球愈来愈热，那么变做气候灾难呢，愈来愈严重。只不过是因为有人想要趁较侪钱，只不过是因为有人要甲事业做较大，结果呢，是啦，有人有趁着，总是未来后代、未来世界无望。因为任何产生天灾，咱规个地球的温度增加1度，太平洋全规个拢冷去呢。火山要崩的吼，夏威夷要崩就甲你崩呢。然后呢，一年20-30粒风台伫咧产生。未来要淹大水，毋是干那南部，未来若是海水冲20公尺悬起来，咱差不多。真侪都市呢，无可能佫是像即马即个款。所以咱咧讲普世事工非常要紧。普世是一家人的意思 ，oikonomos 也是讲即个英语咧讲 ecumenical 是对希腊文这 oikos 来呢，意思就是讲一个家庭。即个世间原来是一家口啊，这毋是干那咱个台北市长咧讲，柯 P 咧讲的。两岸一家亲啊！实际上，全世界原来拢是一家人，拢是阿当的后代，拢是拿阿的后代。所以伫即款情形下面，咱必须了解耶稣，也是保罗常常咧甲咱讲的：大爱侍奉世，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因为到一个程度，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体。若是有个所在破坏去，就袂用的。所以咱一般来讲，咱的教会过去，也是一般会友，圣经读了较无济呢，伊会感觉讲，牧师啊，阮兜艰苦，我艰苦，我失业，你爱来甲我关心。你吼，定拍走，即摆佫毋知走去倒位哦。咱王牧师即摆是佫走去倒去做事工去啊。所以，伊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着讲奇怪，咱的牧师有时会参加这参加迄，咱的会友有时会接到通知，什么人会当来参加这个世界的会议，什么人会当做伙来？因为这个情形就是讲呢，教会毋是干那一个牧养灵魂的一个上帝呼召成立的组织尔。教会伊嘛毋是干那牧养家庭，咱家庭一定爱牧养，灵魂甲上帝的关系一定爱牧养，教会一定爱顾，牧师爱牧会，牧灵、牧家、牧会，这是一定爱。总是
上帝是创造统治人甲万命的主宰，伊是列国的主，国权属地，无应该去侍奉撒旦。所以伫迄款情形下面啊，教会到一个程度，毋那是爱牧灵、牧家、牧会，伊搁爱联合起来，牧养社会、教区，牧养国家，牧养即个国际的世界。咱讲牧世，因为今仔日咱的经文第5节，主耶和华伊甲亚利米讲。我要未创造你的大生，你要伫腹肚的时阵呢，我就捌你；你要未出胎的大生，我已经分别你做圣，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咱今仔日已经无得封立先知，那照加尼文章，加尼文讲，先知到行洗礼约翰为止，咱的主耶稣讲的，所以咱甲一个程度呢，无搁封立先知。总是加尼文伊讲，咱的教会要有先知性的信息，先知性的事工。咱50年后的出水灾，50年前都要悔改，都要开始去传悔改的福音，有迄个改变，都有迄个福气。咱的后代福都会当得得到。所以伫即款的情形呢，古早时代上帝甲亚利米讲，这全国拢对咯，无人要听伊的声音。好佳哉，还佫一个囡仔亚利米，伫迄个所在，佫会听到上帝的声。上帝袂当直接来，上帝若直接来，咱无救啊啦！因为伊若至圣的上帝直接出现，差不多咱毋是至圣。你的圣经啊，99%是无效的，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啊误会拉散，你无可能入天国。因为雅各书2章第7节到10节咧，甲咱讲。如果犯到一条，就是犯到拢总。上帝国天国无得甲你妥协，你一点点的误会、拉散、黑暗，也是邪恶，无可能。所以所有的人必须拢爱顶头生，所有的人拢爱得到耶稣的救恩，才有可能进入迄个上帝的国度。但是上帝的国度是为着世间人民世间人，伊甲上帝国家己考起来，无代表讲伊伫遐。然后呢，叫人拢要去遐。上帝国是要立世，所以咱伫主祷文咧讲，愿你的国临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因为上帝国至圣，伊甲家己的圣洁先围起来，袂去伤害着对路犯罪的世界甲人。然后呢，上帝国阁要向世间来迈进，一个一个看会当，互你真像，一个一个看会当顶头生。心思意念会通得到改变，所以因为安尼，伫古早时代呼召先知，即个时阵呼召教会，呼召咱来组织教会。伫路加福音22章25节，咱会当看到讲，耶稣甲门徒咧讲，列邦的君王做主来治理因，称做恩典的主啦。哦，你要做官吼，来啦，你若较听我的话，即块互你做啦。你想要趁钱吼？你若来拍败我吼，拢听我即个个吼，我即块互你做啦，互你趁一寡钱。有当时啊呢，为着要趁钱，讲无你阁转来埃及做奴才啦，亲像出来记所咧讲的安尼。所以即个世间有时阵无要照上帝旨意的时，普通国家的王权是误用去，大家。拢甲即个国权摕来用伫私利，无论是个人家己的身份地位的私利、自私的利益，迄才是讲国家集体的自私。我问咱教会无教会集体的自私，因为安尼拢毋是咱的主耶稣所欢喜看到。所以咱看到耶稣伊讲列邦的君王有做主治理因，称做恩主，那是恁。毋是安尼，若是恁已经得救的人，是耶稣的门徒，是上帝的百姓，毋是安尼。恁中间要最大的，都亲像世世；最头的，都亲像车用。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会当去看到最后耶稣咧甲伊讲：我最后要用国
封予恁，亲像爸甲国封予恁一般样。迄个原理的国临到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咱所在住的即个国度，爱变做天国的一部分，爱照上帝的意思来经营。互国家的品质甲价值是照伊的，是耶稣家己在统治一般样的，安尼才会使。所以咱伫即个所在当了解，牧师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咱毋是干那牧灵、牧家、牧会，咱必须搁爱牧教区，规个中华中会爱甲中华的大地区总牧起来。若咱参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咱都爱甲其他教派联合合作，甲台湾即个国度牧起来。咱若是派代表出国参加世界教会会议，咱必须甲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做伙诚侪耶稣基督的肢体，然后呢，降服咱的头主耶稣，甲即个世界牧养起来。所以咱必须牧灵、牧家、牧会，加上牧国甲牧世。即个牧国甲牧世的内涵，咱若看耶利米书前后规本拢甲看，你会当发现到耶利米的时代可怜啊，规个国家拜偶像。咱今日对拜偶像，咱对偶像的指责，无亲像过去遐尼强，因为今仔日人拜妈祖有时，佫平咱较有疼心哦。安尼，甲一个程度实在是甲古代宗教已经无啥共。伫古代来讲，你拜巴力，还是你拜这个亚述，还是巴比伦的神嘛拄呢？伊拜迄款神了后，因的规个国家是社会人性人的心的价值变做啥货呢？哦，我拜巴力，你是风雨神。你就爱想事我吼，我的田风调雨顺，我国丰收六条生团，人丁兴旺，好康的拢伫阮兜。古早时代企业无啥物货啦，就是农业啦。阮兜饲的羊加较侪，所以呢，敬拜的时，我得到福气好康。若恁兜吼，误事是恁兜的代志。所以，一个宗教，敢若追求自私的利益的时，即个变做上帝足无欢喜，伊会感觉太啥呢？哪会无公义的良性？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望大家拢对受苦中间拢会当幸福起来，哪会无迄款公义的心呢？上帝都毋是安尼，为什么会这以色列人呢？敬拜上帝，甲一个程度煞变安尼。表面上有伫甲耶和华献祭，实际上无照上帝的心意。圣经的话来得见证，来得生活。伫到耶和华上帝都爱阁呼召，大人呼召无着，无囡仔嘛好。耶利米你16、17岁，你会当出来工作的。耶利米。伊足单纯，所以有法度去听到上帝的声。但是伊听到伊嘛惊一个讲：嗨呀，我吼袂晓，我喙袂晓讲啊，我个年纪遮细吼，我无才调做。上帝才甲伊讲吼，免惊啦，我要甲你三甲伫地，我会甲你爱讲的话，互你照安尼讲就好。你就是照安尼去讲就会使。所以咱伫即款情形，你会去看到耶利米的时代。内部国家是休烂去，贫富不均，好野宋乡差伤大，宋乡呢要死，无人咧顾，有个人去食喷，这句又是讲，那食阴肠甲苦菜，无通食，只好去买迄落外口的苦菜来食。那今仔日来讲，就讲无通食，只好去喷遐买摕来食。咱太知影讲，这宋乡人伫食的物件，煞变做上帝伫食的。上帝讲：恁爱结圣神的果子，互我食啥呐？我食到的是喷，因为咱的上帝是临动弱小的上帝。以色列人互埃及欺负，上帝煞不爱住天顶的，煞走来凡间咧住伫咱长老教会标志讲刺皮互火烧内底，刺皮也无啥物价值。以色列人敢有啥物价值？宋乡人有啥物价值？无读册有啥物价值？上帝讲，
因若艰苦，我就要甲因做伙艰苦。因为我创造的哪会无价值？我生啦，所有的人我拢要顾起来。所以伫迄款情形，上帝无可能自安伫天顶。搁咱读10条解，伊创造天地，混沌深渊黑暗，莫解决，伊才有可能有安息日。若讲其他的人还在艰苦，咱家在安息，这个上帝敢袂伤奇怪？啊，若是基督徒，即款基督徒敢袂伤奇怪？太是即款基督徒。所以咱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你会去看到亚利米无可能过轻松的生活，伊被呼召都爱出来传福音。那么耶稣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欺负这的人，条条大路通罗马。为着帕斯罗马呐，罗马的平安，结果是军队送出去，所有好康的含查某囡仔，拢掠去罗马代理招去甲真水。即款的情形，兵马派甲对耶路撒冷去，搁甲咱的主耶稣钉伫十字架顶。但是咱的耶稣并毋是讲安尼罗马帝国拢甲毁毁的。要紧的毋是甲人杀互死，要紧的毋是讲要甲对方的国家消灭，要紧的是人性安怎顶头生，要紧的是国家的品质安怎会当得到修改，会当变较好。所以伫即款情形，咱看亚利米伊得到的信息，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是要为着拔出拆毁、败坏、车倒、建立栽培。所以，什么会是拔出、败坏、车倒？因为咱若去以色列观光，你就会当了解，以色列的中央山地，迄差不多是拢石头仔地啦。如果你若是无起迄落石头捡来起迄落墙啊A 墙，然后甲土呢放伫内底，甲伊保护起来。若无安尼做虽然以色列一年落雨1个月尔，但迄个1个月雨若强落土嘛走了，你要种干仔栽、干仔树，你要种葡萄树，啥物货麦啊拢种袂起来。所以你必须要有迄个墙，甲土围起来，做水土的保持，做梯田，安尼才会使。总是若是种的物件。内底有树啊，去互生虫烂去，那你这都要拔出啦。那内面毋是我要种的物件，这是歹物件，这都要甲抽起来啊。若是讲迄个根顶上深落，拢是旧虫的时，安尼敢若抽起来无效。到迄个时阵，真正含墙啊，拢爱杀倒，土挖掉，规个来拍日头，了后呢，规个消毒了。重新甲墙啊起起来，土阁不倒转诶，然后才阁重新来栽种。如果这个世间若是人的心是种伫内底是邪恶，是自私的念头，是残忍的念头，是虚假的念头，含做油嘛要做假油互你食，起厝甲你起迄落地动起来，就要倒的迄款，你的平安在哪里？除非咱所有的人拢听到上帝的真道，照伊的话来生活，各行各业徛伫上帝的真理来生活来见证，互相之间才有可能有一个shalom，整体健康，一个平安。对耶稣基督来讲，罗马这款的社会无好，因为伊的皇帝。该撒还是讲凯撒大帝，原来伊公侯伯子男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公民上该赚的叫奴才。规个罗马的繁华是要安怎甲你变做奴才？你会当侍奉我上流社会，我人上人你拢去做人下人。我是免做，我一个月就是几啊亿得赚，你做半死的，你一个月22000，毋好伤矮哦！你若搁矮落剩15000。咱生理人咧讲即落话啦。伫即款的情形下面，这阶级制度遮尔明的情形下面，耶稣咧讲，若是恁，毋是安尼。你啥物人要做时代？你着做正人的册用。大爱侍奉世，
你掌握较大的权柄、较济资源，毋是要作威作福的，你是爱讲服务的。这个经文是出自创世纪25章23节。这利百加怀孕生囝，两个囡仔踮腹肚内底咧冤家，以撒雅各两个咧袂好势。伊走去甲上帝讲：哦啊，我本来无囝真艰苦，甲你恳求，啊你小事我两个囝，即马煞伫腹肚内底咧冤家。耶和华上帝甲利百加即个妈妈安尼讲，伊讲：两国要出对你的腹肚，两族要对你来生，将来。这国要强过迄国，大个要事奉世，大个要事奉世。这毋是个人伦理道德，这包含国际伦理。大国爱事奉小国，毋是咧欺负小国个啦。所以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你会通去发现到耶利米受呼召，耶稣基督在主，伊要离开世间，明仔载就要封顶十字架的时，门徒还阁踮遐咧争大细，一个要甲出卖。要甲出卖为着钱，啊，钱大势为着权。那耶稣伫遐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孝念我。毋是亲像罗马帝国，这是恁的身躯爱为着我拍破，毋是安尼。那咱即国的是，这是我为着你来献来付出的。世间要得着救。除非生命顶头生，亲像耶稣即款的生命，若无什么国家、什么人，拢无可能会当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咱伫即个所在会当去看到，无论人直直到国家世界，拢爱照耶稣即款圣产的精神来伫生活，然后慢慢普世一家。啊，虽然足侪国家不要紧，互相是互相的服务，互相的帮衬的，来经营分配，公平分配上帝恩典。莫讲用钱用银行，讲我较济啊，你较少啊，无你要是不要紧，毋是安尼。上帝无甲你创造银行，无甲你创造钱啦。上帝是创造世间哦，所有的人拢会当活，所以咱应该渐渐呢，会当亲像耶稣。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安尼来，咱真不幸呢。咱今仔日的条件，一方面啊，因为中国直直强起来，啊，一方面呢，世间的教会嘛，直直在腐败呢。普世事工愈来愈要紧。中国的强其实无真健康，伊本来就足纵向，所以会堪的吼，请纵向人去做苦工吼，啊领足少的钱，啊然后伊领足少，伊就感觉足济安尼，就会当出国观光安尼吼。伊的经济会当慢慢起来，这咱拢家祝福，袂歹。但是你用足低劳工的钱，啊用足低计数，甲中国的资产的，啊做足济物件，销去美国，销去澳洲，销去全世界，逐所在拢买着俗的物件，啊市场拢去互你占伊。哦，啊一方面你占市场，啊然后你一方面趁我钱，啊然后呢钱过来甲阿根廷啊，倒位遐国家、非洲啦，搁甲你的资源搁甲你买，搁甲你挖起来，啊即马中国煞变世界工厂。但即款呢，你收买世界，也是讲你收买市场，啊你占南海，实际上伊一方面啦。除了外国的资源要收以外呢，伊一方面嘛咧准备50年后、100年后吼，金钱的系统若去互摆落去吼，有钱买无物件吼，钱无价值吼，亲像南美安尼，足侪国家呢几亿的买无一粒面包。伫迄款情形下面，占钱无效，占土地较要紧。啊，毋过你要生存，你嘛爱考虑啊。啊，规个南海遮侪国家。敢用即个办法敢好？啊，咱台湾佫较凄惨，甲以色列共款，拄啊伫地理中心点吼，南北的经商要道、海权甲陆权的交接点。啊，这以色列吼，西边拄啊地中海，东边呢拄两河流域呢，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大家拢足强的，南边佫有埃及帝国。
亚洲到非洲的经商要道，爱经过以色列，上帝甲伯拉罕呼召去遐吼，啊实在讲，甲一个程度实在是即个互因有较为难啦哈。你甲想看，伫迄款的地理中心点，逐个拢要占呢。你经商的要道，你海权陆权，所以这以色列若毋是靠埃及占去，无就靠亚述占去，无就靠巴比伦占，尾啊波斯甲因占的，尾啊罗马帝国啊走去遐占，国甲耶稣定12个，都是伊伫遐生活伫地理中心点的人。敢若3条路会当活，第一条无你落去足强的，无人敢甲你拍，亲像所罗门统治的是足强的，无人敢去甲拍。啊，若无你就头咧较低吼，啥物人要来做阮的王拢好啦，日本人要来甲咱管好啦，中国来管好啦，啊菲律宾也要来管嘛好，咱拢降服。啊，这第2条是安尼啦，第3条若无就爱足认真传福音呢。互全世界拢知影讲，大个爱侍奉神，大国爱侍奉小国，互人甲国度拢总顶头生，互世界诚做新天新地。安尼呢，未来才有望，后代才有可能有活路。要台湾强起来，这是好，但是对咱教会来讲，互普世真正照耶稣的道来活来见证，搁较要紧。甲中国伊会收买世界，咱真不幸咧。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参加普世教协，咱参加亚洲教协，啊，咱呢伫年底即11月底11月，咱也要举行台湾太平洋普世论坛，吼，咱拄啊。这个应该是7月底左右呢，咱这 Mission 21这个21世纪的这个使命呢，拄啊嘛伫咱台湾举行过。咱甲一个程度愈来愈发现到参加这个普世的这个事工非常要紧。我过去参加这个亚洲教协做咱教会代表，当然你袂使一个人去，伊迄是有分的哦。你若要学者一个。你若要年纪老的一个，你若少年的一定嘛爱一个，这内底吼4个到5个吼，你上无爱1半到2个是妇女，搁一个爱原住民的才会用的，弱小民族的，所以规个即个普世教会伊咧参加的时，伊甲你规定讲啥物款人爱一个，所以毋是讲吼咱参加即个世界的即个会议吼，拢敢若派啥物人去，袂当呢。你著爱照规定，啥物会啥物人爱派去，遮个人派去有法度甲人讲英语无？遮个人派去有法度替咱去甲人做朋友无？遮个人派去会当做见证，讲你爱照耶稣的道，你毋通亚洲教协你总干事一讲敢毋敢要欧洲？你叙利亚的人伫道难，虽然伊是回教徒，含囡仔著死伫迄海岸，安怎无人去遐甲看？叙利亚属咱亚洲教协，咱亚洲教协哦，对叙利亚就是印度斯里兰卡、澳洲、纽西兰、印尼、日本、韩国，直直到纽西兰，遐尼大吼，拢属即个亚洲教协啦。你甲想看觅咧？所以伫即款情形，咱去参与，当然因即个南亚连线伤强啦，拢主教济，教会较济吼。我顶回去参加一摆，才发现到，咱过去去参加吼，太无留物件吼，咱爱训练。无你嘛至少知影人的教会是啥物型的，伊较会安怎咧决定代志。咱要甲伊开会，咱爱知影要安怎去甲伊开啊，对毋对？你若要开会时阵才来讲袂赴啊吼。你像进前2、3年，咱都爱派代表出去甲人讲安尼，讲安尼敢好你即马这中国帝国主义伫起来，全世界拢要食的。伊佫不爱信耶稣，共产党也毋信耶稣。我会当有测的是中国的即个三自爱国运动会，伊对我叫做中国教协，但是伊实在是降服共产党统战部的啦。伊一定要来申请加入亚洲教协，伊逐位嘛要参加，
然后望会当对世界建立好关系啊，有一寡物件会当学转去，通过教会影响国家，伊嘛想要安尼嘛来讲，通过教会影响国家，你毋通想讲这无啥呢？你会当想象讲，今仔日美国互伊个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迄是咱长老教会发表一个人权宣言，讲我你要甲中国建交，无你嘛想看嘛，恁犯遐济罪，蒋介石130几万个人走来台湾，是恁美国军舰共载来的呢？你今日甲台湾武家呢？你敢会放人煞？你应该互阮遮个人会当好好踮遮活，虽然讲花莲移民，伊嘛变台湾人啊啦，遐都多久啊？要安怎会当整体健康来大？你若互阮尾啊全搁去互中国食，你敢对啦？是毋是安尼？日本甲恁战争，恁牵两粒原子弹去啊！阮台湾当时甲恁美国战争啊，恁哪牵一粒蒋介石伫阮遮？互阮甲今仔安尼袂好势。你有责任嘛？你基督教国家，你敢真正是基督徒？你敢是真正基督徒国家？迄个一个程度，咱出国留学，咱去遐甲伊留学，咱甲伊讲，咱写配互伊个国会议员，甚至我嘛捌写配互伊美国总统，写互伊，你安尼敢对？对毋对？咱著甲伊写免惊你爱照圣经来牧养即个世界，即个国度。咱亚洲教协，咱才会去互选着对啦，因为出钱出较少，拢去互选着。咱台湾算奉献了，阁有较济呢。但是咱奉献输迄落韩国伫亚洲教协奉献比咱阁较济但你袂当讲恁选着教会当一个人，你亚洲教协当一个人，你拢甲坐飞轮机去欧洲，去瑞士，叙利亚你毋去，毋对啦。主耶稣咧讲，我喙焦你来。你互我啉，我邀你互我食，我烫地你来甲我看，我关伫家里你来看我，我是叙利亚人，死伫海边，你来遮甲我祈祷，安尼毋才是教会，无敢有占照耶稣的教示，若无，这就虚假啊，那无效，是毋是安尼？所以伫即款的情形，咱信徒、小会、中会、总会。咱拢爱参与普世的事工，为这工作来祈祷。咱未来上大的问题，爱互国家降服上帝的教示，然后全球的经济拢爱了降较低，生产毋好大，然后迄个生态毋好阁破坏，然后规个地球看有法度互伊较冷一丝丝啦无。无你安尼烧你地皮拢扬去遐冷，火山就甲你撞出来啊！遐就甲你地动，遐就甲你安怎啊？遐就甲你做水灾啊！漠视，甲咱的生活、未来的生活，拢足有关系。一体受苦，真正会互你百体拢浸伫水底，毋是干那白纸上伫找无冰通摸，是咱嘛会足凄惨。咱到年底要举行的即个普世咱明仔载开始伫圣经学院有3天的普世101望有足侪人去参加。来参加的人，毋管你会晓讲法语、德语、啥物语拢集起来，将来若要派人的时，即个年龄的，咱拄仔有即个人会当派。无人要参加，咱是要派谁？咱我嘛毋知影。所以到一个程度，咱若接到总会的通知，尽量会当拢鼓励参加。咱参加世界的会议，当然咱教会拢会出钱，但是有诶呐，咱毋是即个普世教会，咱变做双边关系因为你即摆呐，迄个中国参加即个普世教协，差一点要甲咱改名伊几年前诶时伊参加普世教协，伊讲台湾爱改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倒电中国安尼。我是啥？迄个那英语会讲了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comma China。2年后亚洲教协可能会变安尼，因为教会袂当侍奉两个主，你袂当敬拜上帝，搁敬拜马门。但是我甲你讲，有时
这个世界教会嘛会去拜马文呢？迄个时吼，咱一定要有人参加，嘛有人去讲，安尼敢好？啊，随常过去伫参与的中间，常常嘛甲因冤家嘛有一点仔经验啦，吼。讲中国的教会要参加，是毋是爱因信仰个别？到底是基督是主，还是共产党是主？你若毋是基督是主，你拢听共产党的，你参加教会敢对？哦，但是因嘛足够的啦，即马吼中国高人一大堆，啊因嘛会收买一寡遮的教会的代表人，甲你讲无法度啊！啊，恁台湾去互国民党统治的时，恁敢毋免含互国民党迄当阵威权的政策？啊，迄当阵阮甲你可怜的时，有时嘛体谅恁袂当。今仔佫毋是干那中国教会安尼。啊！你缅甸的啦，啊！你遮的吼辽国啦，遮的人共产党在统治的国家，因为因的无奈，袂当讲因无法度个别基督是主，咱就甲气使，爱接纳。哦，安尼好，接纳袂使。但是因若要改阮即个创会会员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名，你敢要接受？若讲吼，我若搁去参加吼，真正要改阮的教会名吼，甲阮加一个中国伫顶悬，我咧当场宣布退出。我会甲两讲，你敢要搁基督徒？如果若是教会腐败去，拜金钱、拜权势，无搁再尊主最大，这世间无远望，无人会行伫真理顶悬，逐个拢用假模嘛，用自私利益就好嘛，毋免搁再讲要牧世啦，牧国牧会，拢免搁再讲啦。总是，大家拢是受洗的。你若真正大声敢去甲亮，去甲讲，亚利米敢去传，就人就会较揪啊，就安尼毋好，无咱即个毋好安尼做。罗马帝国因为甲耶稣钉死十字架，300年后，转而变做基督教国家。300年，所以这个世间毋是无可能改变的。主耶稣有气力改变。上帝要讲，若是派着你的事，毋免惊，毋通像亚利米讲害啦，啊，我袂晓讲，啊，我年纪小。今仔日的福音在讲，你去传道，我要甲你三甲伫地。你要讲啥物话，毋免进前准备，到时阵甲你感动。你参加过遮个会，伫紧张行行的中间，伫征战的中间，你要去经验到我甲你同在，你要有真正的信仰经验。你知影上帝是活的上帝，你要去看到神迹。愿上帝即款的福音，甲咱教会三甲伫地，啊，咱爱为着咱教会普世委员会祈祷，普世事工会进行，会当照上帝的旨意来祈祷，咱三甲来祈祷。要发阮满心的感谢。你既然要拯救世间，设立教会，也求你圣神甲阮同在，兴起阮亲像早时兴起亚利米，兴起阮亲像早时兴起使徒，互因真正会当见证耶稣基督的真理，宣扬伊的救恩，互这个腐败的世界有阮参与的所在，也阁会当徛在伫圣经你所启示的话。阮安尼咧做时，愿你加倍福气，甲阮见证你真道耶稣救恩的圣徒同在，加倍恩典，甲因同在，甲因的家庭同在，甲因的事业同在，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搁来吟圣诗，圣诗第479首。看即个破碎的世界，战争欲望无尽，求主赐阮伫即世代和平愿望成真。咱做阵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咱做阵来回应上帝的疼，咱三甲来奉献。会众请起立。请坐。这是我来介绍甲报告。要请迄个舒眠姐的家属因的家庭，咱请因起立，因要甲咱兄弟来感谢咱这段时间对因的关心甲带导，咱也继续为着因即个家族来带导。阁有咱要请坐，咱要感谢罗牧师，伊来咱的教会讲道，咱用掌声来感谢伊。好，下面我来简单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普世事工纪念主日，请为着台湾甲世界各地基督教机构的合作的事工来关心带导。第二，为着王牧师伊出国的因的行程求主，互因出入拢平安，来为着因带导。第三，教会要定伫下主日伫下午的1点，要伫个7楼召开中执会，请中执甲各团体的会长来出席，也将报告交予信宗执事。第四，小传道师伊伫9月初9到14要在职的教育训练，若有啥物急事，会当用手机也是 LINE 甲伊联络。第五，本会花语堂要定伫个10月20到21。要到猪巴恩教会举行野外礼拜，请若有要参加的往办公室来报名。第六，教育组要祝福甲鼓励107年学年度的升学的学生，要赠送圣经吼。若有迄落会当往办公室来登记，阁有奖助学金嘛是共款往办公室来登记。然后
具体消息，尊亲医师的竞赛，廖国敏先生伊的音乐会欢迎大家来参加。阁有第二是恭喜赖秋芬姊妹，伊伫8月31日生产，咱嘛为着因来祝福。第三，咱9月份的受请的名单伫遮，咱为着遮个受请来祝福祈祷。好，阁有大岛的事项嘛，请咱家己来看教界消息、甲关怀协会的消息、合作社的消息，拢请咱家己来注意。出席甲奉献的报告嘛，请咱家己来看以上的报告。这是咱来吟刷要编的圣诗，圣诗第399首。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你永同在。愿主阳光遍照你，用慈悲款待你。主圣神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闭会。